好来，先照个。因为人主教毋是要找用人，是要互人找用，搁显因伊的性命来赎回侪侪人。咱三角来吟诗，圣诗611首，对主的人有幸福，咱来吟全首。对主的人有幸福，那真有真快乐，那是叫人饮食，我是平安之地里。
咱徛地，三个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要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妹，接续请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西鲁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下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接续咱三角来启用，今早起咱要启用的是启用文54篇，圣诗后面启用文54篇。启用文54篇是马太第5章，咱三角来启用。心灵善车的人真有福气，忧伤的人真有福气，温柔的人真有福气。要喙答羡慕上帝旨意现实的人，实现的人真有福气。熬人民的人真有福气，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以上。咱三角来压头来祈祷，主，愿感谢你，伫今年中得到你的看顾甲保守，互阮安然经过一年。我要感谢学了你，全能永远的爸，伫今年最后一个礼拜日，阮众兄弟姊妹欢喜会当三角组织来到你的圣殿，做伙敬拜学了你。今仔日是总会退休牧师、传道师奉献主日。你有差遣陈英志牧师来到阮中间，要传扬你的道理，求主你即时降临，互阮会当专心听谈你的旨意，跟对主你。主必的爸，我要伫你的面前反省认罪。过去一年中，伫阮的生活中，阮有拄着真侪摆的地动，也拄着几落摆的风台、大雨甲灾难。另外，也有沿西湖的土石流，淹没花莲光复地区的徛家田园，造成大灾难。伫台中的非洲低温彰化的污染的鸡卵，台北车头乌白太人的事件，造成全民惊吓不安。伫阮的国会长期朝野对立纷争，伫台湾的近海，中国逐日不断用武力威胁阮。伫国际上，美国川普总统对各国提高关税。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争，亲像是得要收束，但是乌克兰甲俄罗斯战争永远看袂到结束的时日。恳求主你怜悯世上搁在发生的灾害甲纷争，求你赦免阮人的软弱、幼稚、自私、匆忙甲自高。求你的圣神帮助阮，知影通为着家己的自私甲无知来认罪悔改，
求主你怜悯赦免，也不时警醒阮，以伫阮的心灵洗清阮的罪过。既然认罪的，求主你赦免；痛悔的，求主你接纳。求主你，互阮所讲所做的，拢是造就人的话，帮助人的事，也互阮存心无怨负假，无记得人的歹，袂记得别人对阮的好。旨意互人甲人好，也互国甲国和平，佮尽心尽力做一个维护和平的人。怜悯的主，阮也要恳求你看顾阮，因为艰苦病痛倒伫床里，袂当来到圣殿，甲阮三甲礼拜，做伙敬拜你的兄弟姊妹。求你怜悯因，医治因，安慰因，互因会当早日恢复健康，甲阮三甲敬拜你，用因的健康来荣光主你的圣名。阮也要恳求你祝福阮今早起的礼拜，以及其他日阮所有的聚会活动，互阮逐人的信仰会当那加添那坚固，通成做你尽忠的奴仆，对主你来行。大施恩的主，阮也要恳求你祝福伫阮南门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伫要来新的一年，有新的愿望、平安甲喜乐，互阮会晓尊主最大，敬畏主你，遵趁你的旨意来行。伫信仰、工作、生活各方面，拢会当得到主你的保守甲祝福，来荣耀主你的圣名。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我愿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恳求的声。接续，爱音合唱团要引带咱来做今早起的赞美。今早起因要赞美的题目，用我全心意。
咱感谢爱乐合唱团今早去演出咱赞美，接续咱三个来恭听上帝的话。今早起咱要看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9章，咱要对51节三个来看到62节。路加福音第9章51节到62节，记载伫新约圣经第语汉字本第79面到80面，咱三个来看。耶稣受指接上天的日期要到，就决意往耶路撒冷来行，找使者做头去，因去入撒玛利亚人一个乡舍，要甲伊备办。若是因毋接纳伊，因为伊往耶路撒冷得行，伊的学生雅各、约翰看见安尼，就讲：主啊，你爱阮叫火对天落来灭因嘛？耶稣活转身责备因，大家就去别个乡舍。57节，因行路的时，有人对耶稣讲：你无论倒落去，我要缀你。耶稣甲伊讲：狐狸有空，天中的飞鸟有收，独独人子无看头壳的所在。佮对一人讲：缀我。迄人讲：主啊，互我转去先埋葬我的老爸。耶稣甲伊讲：出在死人埋葬因的死人，若是你着去传播上帝的国。佮一人讲：主啊，我要缀你，总是准我去甲家内的人相时。耶稣对伊讲：见若手和礼尾来看后面的，无下伫上帝的国。以上。咱今仔日要邀请陈英志牧师来甲咱讲道。陈英志牧师伫学生时代有伫咱教会，而且实习1年，所以陈英志牧师咱真熟悉。伊今仔日要甲咱分享的题目是对主的人，咱请陈牧师。主内所敬听的大牧师中医长老、中央长老。以及侪咱台北南门教会遮个长执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
经过42年，有机会搁一遍转来咱台北南门教会讲道。1983年，迄阵我伫台湾新人院第3年新研所学生的时阵，伫咱设教30周年，1983年的即个7月，来到咱台北南门教会一只1年的实习。迄阵啊，熟悉真侪咱南门教会的兄弟，佮特别伫乌牧生牧师的引带中间，受真侪栽培甲训练，真欢喜。我已经进前退休4年，会当伫今仔日代表总会、传福会、甲平安基金会来到咱的中间，希望咱继续伫上帝的疼、祝福甲引带中间来关心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侪已经进前退休，而且牧者夫妇，通过咱总会、传福会、甲平安基金会关心大道，以及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1270间的教会，26万的信徒，咱时时刻刻共同的关心、支持、奉献，来关心咱这进前退休的同教者。也愿上帝继续保守引带咱台北南门教会，时时刻刻伫圣经的保守的中间，成做上帝尽忠的采用。请咱搁一遍三个同心来感谢。是阮疼痛满满伫阮的中间。特别感谢你，毋若创造宇宙万物，你特别创造阮人的性命，有你家己的形象，互阮的一生时时刻刻体会你无尽的恩典、疼痛甲祝福。感谢你，伫1年特别结束的时阵，你互阮伫圣诞节后第1个主日来到主你的面前，通过耶稣基督本身的教示，互阮三甲学习。怎样伫阮的一生来成做真正得主的人？愿你圣神这个时阵伫阮的中间保守引导阮，用阮的诚心甲诚实来就近你，通过你的话，互阮更加愿意定心决志，跟对你一生成做你尽忠的采用。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拄啊，当咱咧吟圣诗611首，得主的人有幸福。拄啊咧唱30个中间，恁敢有算看觅？这首圣诗内面几遍讲到快乐，得主的人有幸福，得主的人有快乐。每一遍的副歌拢唱5遍的快乐。这首圣诗拢总因若吟完会唱17遍的快乐。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得主的人真正有幸福有快乐。你甲我是毋是真正有这款的个别？各位亲爱兄弟，这条圣诗是我的爸爸电连的牧师，伊上爱吟的一首圣诗。爸爸连的牧师伫今年2025年3月初9日早起7点外，上帝接伊转去。伊伫世间98岁，佮4个月，上帝予伊的一生咧学习怎样尽忠，成做上帝的奴仆。伫2022年的年底，爸爸有出一本伊一生的回忆录，这个回忆录顶面写讲人生20。爸爸的一生，特别伫1944年伫台湾直接受征调去到伫日本。伫遐受训练，要将这个少年特工队，未来就是要飞迄个自杀机，然后去弄美国的舰队。所以伫1945年，伊咧训练的中间，已经拢甲头毛加好，甲装甲拢加好啊，准备拿坐自杀机去自杀了，死去以后，为着日本这个国家奉献性命了，伊的装甲甲头毛就寄转来台湾，互阮的阿公甲阿嬷，但是感谢上帝，互二次大战伫1945年8月15日结束，所以爸爸会当保留伊的性命。所以后来伊转来到伫台湾，伊想讲伊20岁以后的性命是上帝特别予伊的恩典。所以后来转来台湾了，献身成做传教者，读台湾新人院毕业，成做乌牧生牧师的学弟，然后后来。伫人生服侍，
一直到1991年进田退休。各位亲爱兄弟姊妹，爸爸一生亲像读大咱所念的611首，讲地主的人有幸福。伊常常伫伊的人生中间咧提醒，安怎真正通过咱的信用经验甲个生命的实况，来真正确信对心内来告别地主的人有幸福。尤其当咱咧面对咱的亲人，也是教会兄弟，面对死失、病痛、艰苦甲目屎的时阵，咱是毋是犹原欢喜告别地主的人，真正幸福快乐？各位亲爱的兄弟，我的爸爸一生的中间，常常咧提醒咱基督徒一生爱亲像一粒星来反射真光，亲像一粒星来反射真光，将上帝赏赐伫咱人生，互咱一切恩赐、才能，这一切的这祝福，亲像星共款照伫别人的中间，也就是讲，咱所得到一切是上帝赏赐，毋是互咱家己用，是咱都要通过上帝恩典甲疼痛伫咱的心中，咱来分享出去，关心别人，诚做别人的祝福。愿上帝帮助咱，通过这款的学习，咱的一生会当真正学习怎样来群对主。早起当咱拄好咧读《路加福音书》第9章51节到62节，咱咧读这段圣经的时阵，咱知影路加医生写《路加福音》第9章51节到19章27节，伊的主题是咧描写耶稣要成做弥赛亚。向前行往耶路撒冷，要建立一个上帝国。这个上帝国也是一个上帝罗卜的国度。路加福音书第9章51节到19章28节，拢总有8遍，伫遐提起耶稣怎样行往伫耶路撒冷的路上。所以路加医生要强调，伫耶路撒冷所发生一切代志，对耶稣一生的这个言行甲价值有真大影响，特别伫其中，路加福音书第9章51节到18章的14节，有真侪这个记载是只有路加福音特别有的资料，大多数是有关上帝国的价值，要互更较侪人认捌耶稣是弥赛亚的身份，也互大家更较明白上帝的国度是通过受苦的罗卜才有可能建立。这个受苦的罗卜要成做上帝国的君王，对耶稣弥赛亚身份的确认，互咱毋但更较了解上帝国的本质，嘛互咱更较会当清楚怎样来群对耶稣基督。每年的圣诞节是12月份，当咱咧迎接耶稣基督降生的时阵，咱绝对毋通忘记上帝本身怎样道成肉体，成做人来到世间。总是伊来到世间是苦难的开始。伊出世无伫即个5星级的饭店，嘛无出世伫迄个医疗设备遐尔好的马街病院。伊出世是一个黑暗、垃圾、无人有可能出世的马条中间。耶稣的出世，对苦难开始要见证伊的一生是怎样用苦难来学习，牺牲家己，成做别人的祝福。亲像马可福音书第10章45节，耶稣一生上重要的信仰告别，嘛是伊的人生观甲价值观讲人子来毋是要互人服侍，是要服侍人，甚至为着救赎众人，献出家己的性命。各位亲爱兄弟姊妹，拄啊，当咱咧读路加福音书第9章51节到56节，人看到耶稣也责备伊的学生雅各甲约翰，因为因伫迄个中间欠缺怜悯的心，甲疼惜性命的精神。雅各甲约翰要叫上帝降火来消灭迄个无欢迎耶稣的撒玛利亚的人的即款的城镇。耶稣就真清楚，伊要宣告，要提醒伊所要建立的上帝国是一个疼惜佮怜悯性命的国度，无可能也无应该
用任何借口来毁灭性命。所以咱都要学习，无论是甚物款的情景，咱拢无可能，那么无应该要求上帝权柄去毁灭性命，因为这毋是耶稣基督所要建立的一个疼痛的上帝国。因为亲爱的兄弟，耶稣责备雅各甲约翰是搁一遍要提醒，伊所要建立的上帝国是充满疼痛性命的上帝国。所以，咱继续通过早起所读《路加福音书》第9章57节到62节，耶稣通过这段记载，互咱提醒咱怎样伫咱每日的生活甲人生的课题中间，怎样来成做上帝所欢喜得主的人。耶稣伫遐提醒着3项，咱怎样成做一个真正上帝所欢喜得主的人。第一，得主的人是愿意甘愿牺牲受苦，奉献家己，甘愿牺牲受苦，奉献家己。路加福音书第9章的57节到58节，底下有记载，耶稣面对一个要对伊的人，通讲是真正有决心要对耶稣的人。伊对耶稣讲：“你无论去叨位，我拢要对你。”但是耶稣对伊讲：“狐狸有空，空中的鸟有收，不过人子连看头壳的所在都无。”耶稣要提醒每一位跟对耶稣基督的人，爱感悟跟对耶稣绝对无机会享受荣华富贵，更加无可能做大官、坐大位。颠倒爱真清楚，跟对耶稣基督的人需要甘愿牺牲、受苦的态度，佮需要欢喜奉献家己，互上帝采用。只有愿意牺牲、奉献、受苦，跟对耶稣基督的人，才真正去体会佮告别得主的人，真正幸福。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耶稣直接第一项咧提醒咱，当咱真正要跟对伊的时阵，咱都要甘愿牺牲、受苦、奉献家己。因为对耶稣，毋是要得到荣华富贵；对耶稣，毋是要做大官、坐大位；对耶稣，是要学习怎样用性命来关心祝福别人。第二项，耶稣进一步要讲，对主的人都要主动积极欢喜服侍上帝，爱主动积极欢喜服侍上帝。路加福音书的第9章59节到60节，记载耶稣主动邀请另外一个人来对伊，这个人甲伊应讲，用新的现代台语的本的翻译讲：主啊，天后阮是大人100岁年后，我就来对你。这是上新的现代台语的本翻译讲天后阮是大人100岁年后，我就来对你。耶稣应讲：互死人去埋葬家己的死人，不过你就去宣讲上帝国的福音。真侪人看到这段记载，拢会伫遐咧质疑耶稣为什么这么无情无义，看起来嘛一点仔同情怜悯的心都无。何况死人哪有可能去埋葬死人？耶稣伫这段话中间，伊是要对咱提醒，咱每一个人有咱家己对家庭的责任，有咱爱扮演的各种的角色。但是耶稣用这个譬如是要强调，当咱面对必须要做选择甲决定的时阵，上帝国的使命甲责任比其他的代志拢搁较重要。在耶稣的期待，咱就要主动积极欢喜分享上帝国的救恩，嘛都要欢喜服侍上帝，通互上帝国日日得到广阔甲扩展。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耶稣直接咧提醒，亲像咱今日咧看到的，当咱咧坐公车、坐捷运、坐火车，咱看到以前咱甲翻做博爱座、博爱座，即马翻做啥？叫做优先席。但是伊的英文毋捌改过啦，英文写啥
priority seat， priority seat 本来就是应该是啥优先考虑一寡人会当坐的所在啦。咱即马的优先式就是咧关心啥，遐老大人有新的妇女，遐细汉细囝，也是讲行动无方便人，甚至去考虑伊身体看袂出来，但是伊有需要坐的所在。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耶稣伫遮咧讲的，若要用英文来讲，就是 first priority。第一优先是甚物货？伫你的人生，伫即个时刻，你有真侪角色爱去扮演，但是对上帝来旨意是啥？啊，你优先去考虑。即个 first priority 第一优先，你怎样伫迄个中间去看见上帝咧期待你？所以，亲像拄啊，迄个要跟对耶稣的人，伊甲耶稣回应讲：天后，阮4大人100岁年后，伊到100岁的时阵，我才来缀你。所以伫迄中间，耶稣是要提醒，即个时阵，上帝需要你来跟对伊。即个时阵，上帝交代你的使命甲责任，你就爱去考虑、爱去选择、爱去决定。各位亲爱的兄弟，耶稣伫遮是搁一遍咧提醒，要跟对伊的人，都要主动积极、欢喜服侍上帝。第三项，耶稣最后一项要提醒咱的，跟对伊的人，都要勇敢坚持、尽忠来跟对主。就要勇敢坚持、尽忠来跟对主。路加福音书第9章的61节到62节，记载阁有一个人对耶稣讲：主啊，我要缀你，不过，互我大先转去厝里，甲家内的人伫遐相时。耶稣对这个人讲：手看伫犁尾，还阁直直回头看的人，无适合上帝国。这是新的现代台语日本的翻译。手看伫犁尾，还阁直直回头看的人，无适合上帝国。耶稣清楚，咱人的意志时常无法度坚持，咱的信心也常常伫生活失控的中间软弱佮倒退。咱搁较侪时阵，来回顾咱过去的英雄。做者成功直达得夸口的经历，咱军队上帝的决心，也伫做苦难、挑战甲试炼的中间摇来摇去。耶稣清楚，咱人常常伫即款的软弱甲不足的中间，常常会丢除影响咱军队伊的决心。所以耶稣伫迄个中间提醒咱，毋通手看伫犁尾。也阁常常回头看，咱都应该手看伫犁尾，向前勇敢坚持，尽职军队主耶稣。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耶稣伫第三项、这项常常咧提醒咱，都要勇敢，都要坚持，都要尽忠来军队主。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咱看见过去伫台湾基督长教会有做者遮尽忠的牧者，怎样用伊一生来跟对耶稣基督？我手上所提一本册，是2007年3月份，前卫出版社为着郭志明牧师所出的一个回忆录。这本册姓名写郭志明回忆录，但是副标写啥？磨难可悲下面的信仰甲实践。郭志明牧师咧告别伊的一生，是充满伫基督信仰所带来的磨难甲可悲下面伊的信仰甲实践。各位亲爱兄弟姊妹，2019年2月14日，郭志明牧师90岁的时阵，上帝调伊转去。这本册是伊要安休进前2年前所出版的。但你若有机会去看这本册的时阵，特别你若去掀去到第122页，你会真着惊，你会看见到1977年8月16，当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委会发表人权宣言的时阵，伫迄日，郭牧师伫遐用毛笔字，伫总会事务所一个信纸的顶面。伫遐写伊的遗书，
你看到伊的遗书，你看到迄个时代，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咧面对国民党政权咧压迫的中间，咱伫70年代发表3个真重要的宣言：1972年的国事声明，1975年我们的合约，甲1977年的人权宣言。特别1977年，因为美国伫要甲中国建交，台湾伫要甲中国断交的中间，咱伫8月16发表人权宣言。因为咱上重要一句话，就是伫遐咧提醒，望咱的政府，互台湾成做一个新国独立的国家。但是咱大家毋知影，是迄个时阵总委会所任命者的幕长，咧草拟人权宣言的即个草稿的时阵，偌济牧者亲像高牧师共款，伫遐写家己的遗书。因知影，今日台湾基督长老教咧面对即个重要的时刻，因所承担的责任偌尼重要。但是伊嘛知影，因要亲像耶稣基督共款，甘愿牺牲受苦。各位亲爱的兄弟，当你若有机会看到高牧师用毛笔字直接写，伊毛笔字真水，伊所写的这个遗书的时阵，咱就更加感动。伫迄个时阵，因怎样用性命咧军队耶稣基督？高牧师伫遐所写的遗言是安尼讲：我无论拄着什么代志惨事来离开世间，也应该感谢俄罗上帝，因为伊的旨意是美善的，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我也感谢主耶稣是赦免我的罪，祝福我。找见真理的神来带领我，互我有公平，甲伊同受苦。伊也要将永远的性命赏赐每一个真正信靠伊的人。我的追思礼拜应该简单、朴素、庄严。我上爱的圣经节是哈巴谷书3章17节甲19节。我上爱念的圣诗是台语圣诗第6首、255首甲258首。我的遗体，请赠送予将我基督教病院，通报答老咱医生对我的老爸高在德医生的恩爱。我的遗产一半要赠送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做传道、教育、保障人权、社会服务甲教会行政的使用。我特别将其中的一半捐予玉山神学院甲山地教会。我特别感谢我的看守高丽丽珍，伊的牺牲、理智、坚忍、信心、疼心，大大协助我完成使命。但愿无缘、丽香、丽丽这3位是高牧师的子女，以及全体亲人朋友，拢会当听台湾、听世界、听和平，来荣耀上帝，祝福人类。阿免。高俊明。主后1977年8月16日，各位亲爱兄弟，伫迄个时代70年代，为着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台湾这个土地甲人民中间，真做上帝国的见证。咱的牧师爱伫遐写遗书来表达怎样军队主耶稣。各位亲爱兄弟姊妹。高牧师的遗书毋捌公开，伫即本回忆录的时阵，才正式伫遐咧看到高俊明牧师伫迄个时代，为着咱的教会怎样伫台湾即个土地，真做上帝国的见证，伊欢喜亲像耶稣基督同款，也是一个牺牲来军队耶稣基督。各位亲爱兄弟姊妹。亲像1985年，当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庆祝设教720周年，咱通过连续50年总会伫遐讨论，后来通过台湾基督长老教信仰告别。这个信仰告别拢总有5段，伫上帝观、圣经观、教会观、人观，到最后的社会观。其中教会观最后4句话讲：阮相信阮的教会。是定军伫本地任从所有子民，通过听甲受苦，来成做愿望的记号。40年前，台湾基督长老教通过这个信仰告别的提醒，
当咱伫台湾已经120年啊，当台湾咧面对一个艰难困苦的时阵，咱的教会甲信徒怎样搁一遍重新告别？咱要成做台湾5万的记号，免啊成做5万的记号，是通过咱愿意搁一遍告别真正军队耶稣基督，通过咱的牺牲、受苦、付出、关怀，来成做台湾5万的记号。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这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今仔日伫台湾这个土地中间，甲咱所有人民、甲咱所有社会国家成做一体，成做性命共同体，时时刻刻袂当袂记的使命甲责任。所以，亲像咱小咱所要吟的圣诗22首，这首真特别的加麦卡的圣诗。虽然咧吟的中间是真欢喜快乐，甚至会当跳舞拍鼓的。当时当你若唱22首的时阵，唱到第3节，你会真着惊。咱真少看唱圣诗会唱着讲上帝的手要伫咱的中间，甲咱攻击咱的贪婪自私，咱的骄傲甲不义，自私自利、骄傲不义，上帝要甲咱攻击，因为这毋是上帝所欢喜的。主上帝正手 ，the right hand of God，right 是正手，嘛是公义正确的意思。上帝公义的手要引导咱每一个人行上帝爱咱行的路。上帝公正的手要引导咱每一个人通过咱的性命活出上帝的旨意甲欢喜。所以圣诗22首，主上帝正手。第3节伫遐讲伊攻击咱以后。第4节、第5节咧讲起着上帝手要怎样伫咱中间栽种咱、疼惜咱、培养咱，伊认得咱每一个人，伊医治遐受伤的心灵甲性命，伊要甲咱做伙培养一个充满疼的上帝国。各位亲爱的兄弟，今日当咱特别少年总会、传福会甲平安基金会来关心这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这退休的这牧者夫妇，搁一遍咱通过这少年支持、关心、代祷甲奉献，会当搁较来提醒咱怎样来关心这退休的牧者甲夫妇。特别小等伫礼拜要结束的时阵，咱们吟圣诗573首。这首圣诗讲：我的信心若无定。这首圣诗是我的5节。陈立明牧师上爱吟的圣诗。陈立明牧师是咱目前济南教会神学甲宣教牧师陈永武牧师的爸爸，我叫伊5节，伊是我的第5个阿姐。1967年36岁，陈立明牧师对台湾神学院受聘请，去到伫台北东门教会伫遐担任牧师。但是伊去开始牧会无偌久，就发现腰子病。这腰子病就发现的时阵，只有剩半咱有2粒腰子，伊是剩1粒腰子的一半，也就是讲，伊剩1/4的腰子。后来，佫发现佫有高血压，直到我的5节陈立明牧师，伊咧中间半身无法度振动，但是伊后来甚至伫袂当讲话中间，慢慢逐日伫遐训练行路。到最后，佫会当讲话，甚至最后佫会当讲道。但是1977年12月20日，46岁的时阵，上帝接伊转去。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迄个时阵我伫台北东门教会是青少年，伫迄10年的中间，也看见5节立明牧师怎样伫迄个中间尽忠用伊的性命来见证伊怎样咧地主的牧牧。所以，伫迄个中间看见伊伫斗病的过程，怎样伫遐拍拼努力来成做上帝尽忠的萝卜，互我有伫遐受感动。后来伫迄个中间立志，将来成做上帝的萝卜。所以每一遍咧吟这首573首，我的信心若无定，就是搁一遍咧少年，怎样伫5节陈立明牧师的心中，伊的性命怎样互咱看见？一个真正地主的人，
虽然面对生命艰难、困苦甲目屎，犹阁以拍拼尽忠来军队主耶稣基督。愿咱今仔日特别伫即个退休传教士的奉献主日的中间，咱搁一面通过咱的关心、代祷、支持，搁通过咱的奉献，做伙互咱的总会、传福会甲平安基金会，伫遐来关心、疼惜咱的遮个侪退休的传教者夫妇，互因退休后，犹阁体验着咱台湾基督长的教会时刻对因的关心、疼痛，嘛会当互因每日因为信靠上帝，互伊有真正的平安甲喜乐。我伫4年前退休了以后，过当年2022年，就有机会登记伫总会，每礼拜拜二早起去担任即个总会平安基金会传爱志工。伫遐就是通过3点钟，伫遐敲电话联络迄天生日或者退休，也是在职的牧师、牧师娘，也是师长，也是遮退休的传教者的关心，还有敲电话关心在职的或者牧者。通过即个传爱志工的即款的服侍，互我继续有机会来关心咱在职以及退休的牧者甲牧者的夫妇。愿咱常常通过即款的彼此的鼓励中间来提醒，咱怎样拢会当成做一个尽忠军队主的人，毋那亲像611首，常常告别伫咱的人生，地主真正有幸福，佫会当常常真正愿意坚持勇敢来将上帝交代咱的使命，伫咱一生中间尽忠来完成。感谢咱台北南门教会过去对伫总会在退休的传教者夫妇的即款的关心、支持、代祷甲奉献，请咱今仔日继续通过咱的祈祷，通过咱时时刻刻的关心，通过咱的奉献，通过咱彼此互相的鼓励，咱一生拢真正成做地主的人，请咱大家同心来感谢。是阮疼痛满满伫阮的中间，特别感谢你，互阮的一生时刻经验，你怎样疼惜阮的性命？虽然人生真侪时阵面对侪阮毋知、无拍算碰到的侪挑战、艰难、困苦甲目屎，而阮确信，主你常常伫阮的中间，成做阮的帮助甲引带，也互阮更加体会，阮人生怎样在学习耶稣基督同款，一生跟对你，欢喜行你爱阮行的路，伫阮的软弱无够硬的中间，求你先手术圣神，成做阮的帮助，互阮哪行哪有信心，互阮哪行哪亲像耶稣基督同款，互阮的一生会当尽忠跟对你，荣光上帝你的性命，利益正人，成做正人的祝福甲愿望。愿你祝福台北南门教会大牧师所有忠心兄弟，时时刻刻伫生命中间得到主你大大的祝福，每日生命更加坚强，跟对你，时刻一生应神益人。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真感谢陈牧师今早起的正道。接续咱参加来吟诗圣诗22首，主上帝正手。咱来吟全首。主上帝正手。
咱准备今早起的奉献。今早起的奉献，咱要请陈小文、个叶宏仪执事来甲咱书献。这是我来报告。首先，咱欢迎陈牧师，因为今仔日是总会退休牧师、传道师的奉献纪念主日，咱感谢陈牧师代表总会来甲咱请安，同时伊有主持第一场的礼拜，甲咱即马的即个第二场的礼拜。请向这咱继续会当为着咱退休牧师甲传道师来关心、代祷甲奉献。那礼拜六有缘，请咱兄弟姊妹会当留步来到咱地下室，伫遐用爱餐三角来请安甲交谊。这是我代表咱南门教会甲陈牧师谢多谢，谢谢，感谢，感谢。第二点就是今仔日是最后今年中最后的一个礼拜日。过去一年中，咱有侪侪团契，咱有侪侪即个中级，甲有侪侪兄弟，为着咱个教会的各种的事工付出真侪牺牲等等。即个伫年尾的即个礼拜日，有缘爱感谢各位，特别是咱顶礼拜进行的即个圣诞节的相关的活动，好，因准备过6个月，即个确实，这是互咱有一个真好的即个庆祝圣诞的即个典礼。所以咱盼望明年有缘有侪侪咱的兄弟会当来继续来侍奉咱教会的事工，有缘会记得今年所做的，会明年会阁比今年较好。即个盼望咱兄弟大家咱做伙来认真拍拼。第三点就是2026年第一季1月到3月的即个事工表，已经伫咱的即个家报中间，真欢迎咱的兄弟来参加各团契相关的聚会甲有定的活动。当然，咱相关的侍奉的兄弟姊妹，中级也好，也是即个会长也好、干部也好，会当留意伫啥物时阵有啥物款的活动，请会当来专心，会当来备办心。另外就是假使若有要调动的时，比如讲时间上袂拄好，也是组合上想讲要有做变动的时，也会当甲办公室来联络。第四点就是咱明年一年的即个读经的计划，这读经的计划，咱赖玲玲执事有甲咱规划好势，所以是毋是请赖执事你要起来补充好无？还是较详细说明好无？还是要上尾来搭讲？
才袂使讲好。所以第4点我慢才说明啦吼。第5点就是咱全教会祈祷会伫1月7日开始，逐礼拜的拜4，暗时7点半到8点45，要伫教会地下室，要伫遮开始全教会性的祈祷会。请咱兄弟会当组织伫遮3教来做祈祷的祭。第6点就是1月11日中昼要召开新的年度第1摆的中集会以及小会，所以请中集会当留意来报价参加。佫续来就是咱的寒假联合建造营，要伫2月初3到初6，伫平南要伫遐举行。即摆有咱本会以外，佫有永和圣教会、花莲高苑圣教会，甲嘉义古南长老教会参加。所以大概有拢总有4个教会，每一个人若假使有要参加的人，报名费500块，请伫1月11日进前，甲咱的思涵干事甲伊报名，佫交报名费。另外就是咱的儿童主日学，是南门幼稚园，咱楼骹这南门幼稚园。若假使厝邻有2岁到6岁囡仔有要入学的，就是要转来咱的南门幼稚园的，咱真欢迎，请咱会当甲咱的杨美玲杨园长来接合，这个是南门幼稚园的。佫说新安宫，咱明年1月到3月新安宫已经有放伫1楼的招待桌，请咱自由来索取。佫说咧就是集体交通，这集体交通伫12月22日，咱的姊妹詹碧莲姐明主温调，享年103岁，预定伫正月初9有要举行这个个别式的感恩礼拜。所以，这个真毋望咱会当兄弟姊妹会当带到安慰因的遗族。来，过来就是这礼拜拜6，1月初3，夫妇团契有要伫长春精华海鲜餐厅。这个今年甲旧年所在有改所在，毋好走了毋对去。长青精华伫长春路26号2楼，这个有要举行年终聚餐，佫有要请牧师底讲。这个原来是说收年会啦吼，所以咱会去去炸年会去。这个看年会即摆毋知摕过偌济，我袂记得。等下若有必要，请咱这个王公亮会长，还是要曾连英会长夫人来做补充。后来另外台岛的事项，最近天气冷，世界佫有足济咧战争不安的所在，也有真济，请大家会当关心台岛。另外就是伫咱的顶礼拜的各种的奉献。请家己过目，若假使有订单的，请甲咱订我的长老，或者是甲咱的这个办公室来反映，咱搭来竞争。毋知牧师有要补充报告无？无安尼好，咱是毋是请那个赖主事来甲咱做补充？兄弟平安哦！要甲大家报告这个好消息，就是咱明年开始，大家要做伙来读圣经。咱对元旦开始吼，一工要读4章，一年读1本圣经，大家有欢喜无？我简单来报告咱要安怎进行吼。第一点就是你爱先报名，你甲找师还是找我嘛会使。咱会当先加一个赖，吼，咱是透过赖群组来进行这个活动。第二个，阮有分组吼，阮有分，即马有5个组，有5个赖群组，每一个群组拢有书童。就是陪读的书童来陪大家行这个读圣经的路程吼。第3点上重要就是你若要参加的人一定爱回报，就逐工你若读了，你都爱回报完成 OK， 安尼才会算，安尼才会使。若是7天吼，歹势，若是7天你若拢无回报，我就甲伊退群，真歹势。因为是安怎会安尼哦？因为大家拢会安尼，年头拢会年初的许愿，拢是我今年要读圣经，要毋过读啊头啊，兴尾啊，就冷对无？所以要参加的人一定爱做这个代志，跟他回报尔吼，真简单，非常简单。第4点就是，你若是有读到你真感动的金句，要分享，你就伫咧群组安尼写者，安尼有啥物效果？伊会鼓励你的同伴继续落去。吼其实今年1月初1到即卖，阮有12个兄弟已经读了啊！吼，但后礼拜
就完成一本圣经啊！本来是阮即几个想讲无阮明年要继续读安尼，结果大家想讲，大家牧师甲教会报告，尾仔就决定要扩大打击面，邀请全教会兄弟咱斗阵来读。今年阮有读了的人，就变做书童，所以就是书童的由来就是安尼吼。因为阮读了的人阮有一点点经验，所以阮伫咧群组内底会甲大家加油安尼。阮家己的心得是吼。真侪人讲我圣经家己读就好啊吼。毋过你一个人走较紧啦。毋过你可能会出不了埃及。伊什么意思？就是你读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都阵亡啊啦，你都袂阁读落啊吼。所以阮的心得是讲，一群人才有法度行较远啦，行较远。所以阮即群人行较远证明互大家看，阮已经行了啊吼。安尼真感谢主啦吼。因为你伫咧有当时读圣经的时啊，感觉足无聊的，嘛感觉足有当时时间真无用，所以看到你的同伴全完成OK，伊就有压力吼，所以你就紧12点要到较紧读，读了即个圣经呢，安尼即个压力的情况之下，你的圣经的低潮期，圣经一定有低潮期就过啊，当铺的力量就是安尼，互你度过低潮期吼。阮群组内底有一个少年的分享哦，因为有人甲我讲，一工读4章实在足久，足侪4章。伊讲哪会做？伊讲伊早起来便所的时就读1章啊，吼中昼食饭的时手机看短影音看无圣经未读，搁圣经读，搁1章啊。伫咧迄落跟人开讲的时，也是会上班偷鸡摸狗的时，滑手机。嘛，搁1章啊！伊讲一时就读了啊！伊嘛读了啊！安尼，所以今年嘛是书童啦吼，已经读了啊吼！这都是咱速读的精神。速读的精神就是免看无要紧，你读过就好。安尼读过，师母甲阮教了，如果你读过就好。你看无毋通卡伫遐，不纠结，毋通卡关伊就读袂落，就无法度行到落尾吼。毋过就是上重要的就是讲。虽然是速读吼，毋过上帝一定会甲你讲话。阮今年的心得是，上帝一定会甲你讲话。伊是咱的天父吼，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吼，你嘛想甲你的囝讲话，咱的上帝敢袂甲你讲话？伊一定会透过圣经甲你讲话。你若看无的，就是毋是伊要甲你讲的话，就莫插伊。伊要甲你讲的话，一定会起咧头壳的，足奇怪。我家己读的时候讲，奇怪，即句话哪会直直挥之不去吼？迄就是伊要甲你讲的话嘛，就是迄就是你可能你要面对的困难，还是你需要的安慰，迄句话就调伫你的心头的。调伫你的心头的时，伊就会伫咧必要的时候，伊就会出现来甲你安慰安尼吼。这是阮的心得吼。试看觅你无试过，你毋知影上帝甲你讲话的奇妙吼。搁分享一个故事，阮有一个姊妹，伊头一遍读圣经。其实我是对伊足无信心，我想讲已经第一个阵亡，伊毋捌读过。伊讲伊有阅读障碍，伊讲我无法度读字。我讲安尼无你是毋是安尼？我的意思是讲无你就莫参加。毋过尾也想讲我讲你用，伊讲我会使用听的袂？我讲好啊，你用听会使啊。结果一年伊对1月1号到即嘛，伊无一工无读哦，用听了听了伊佫有啥呢？伊佫有感动，伊有迄个图像。佮分享迄个图像，上帝互伊的图像啦。我讲上帝那遐无公平，互你读互我画安尼，文字比较困难嘛。你拢读较水的读，我拢无。伊拢有图像分享，伊讲上帝拢甲伊感动，即个图像是鼓励伊。伊有伫咧阮群组分享安尼，所以我真侪感动的故事，甲大家分享吼。即摆甲大家提醒是，报名爱较紧嘞，因为即摆已经有50个兄弟报名吼。因为阮书童的能量有限，爱照顾较侪人吼，阮无想讲群组人伤侪，所以大家今仔一定爱报名。若无都爱明年吼。搁报名有一个，大家拢无想到青少年组吼，上侪人，即摆超过10个人啊。今仔佫有人在报名10个人哦。青少年组比咱遮佫较认真。其中上少年是高1的石家乐，伊今年受洗嘛吼，受洗了就甲我讲，伊讲有即个活动，伊讲伊要参加，佫甲我讲吼，可是吼，
我没有办法每天回复，因为我要补习啦。我假日一定会回复，很认真哦。我讲当然好啊，你假日回复7天一定有，一定读得了嘛哈。你卖7天没有回复就好。今麦我要呼叫迄个嘉乐的爸爸妈妈，我讲长老甲淑华老师，恁囝要参加，恁2个咧，唔知影伫倒位吼，希望伊有看到吼。佮甲大家算爆料，因为真侪人知影，牧师甲牧师娘啊，牧师甲师母，因听讲要读圣经哦，因偷读了啦，因12月就开始在读啊，咱是一年读1遍对无？因2个讲一年要读4遍，有没有很那个？一年读4遍啦，因即摆大家拢每天叠对叠，啥拢会叠对叠，因为因2个有迄个有押金呐，5000块的押金，就是讲。一人摕5000块出来，没有读完迄个人吼，都爱钱互对方安尼啦。所以大家都叠对叠，拢咧偷看讲，你今仔读个多，今仔读个多安尼。吼，因晚上的活动都是安尼在读圣经。吼，真正希望大家今仔日都来找我加一个来安尼报名。若无你错，真正爱搁今仔若无就错过，都爱搁等1年，因为今仔日28号吼，搁有3天尔。吼，多谢大家。咱真感谢赖执事，伊拄则真详细的报告啦吼，请讲过3天就已经就要查纸啊，所以咱大家若假使囝儿有报名的，迄个阿公阿嬷就爱去报啦，爸爸妈妈就报。安尼我看50个再搁增加人数无确实真正，书童一较增加迄个辅导的对象。后来咱接下来吟尾首的诗573首。我的信心若无定，咱吟诗后，请定牧师甲咱祝祷。我的信心若无定，伊要牵我手，耶稣。魔鬼在要赢，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因为耶稣听我祷告，伊要。愿至圣上帝怜悯甲疼痛，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恩典，圣神保惠师为助者的扶持甲帮赞，甲咱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请坐，默祷。